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谴责了伊斯兰世界对中国针对穆斯林的集中营保持沉默。他说，穆斯林占多数的许多国家的沉默令人失望。布朗巴克说，这些国家保持这样的态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北京当局非法逮捕数万名东突厥斯坦儿童的父母，并将他们监禁在集中营。一些儿童被当局送进所谓幼儿园，但大多数孩子成为了孤儿。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和田地区苏里坦坟墓附近的纳瓦格村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尸体，据说她在一条小河溺死，她的父母和家人据称被拘留在集中营。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穆斯塔法曾托普。会见期间，代表团简要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最新情况，并向议长传达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愿望和请求。2艘运油轮在临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伊朗，指对方需要为袭击负责。蓬佩奥只在分析情报后，认为伊朗应对油轮受袭负责。美国传媒报道，若国有足够证据，美国会对袭击事件采取应对措施，又考虑对运油轮提供护航。俄罗斯议会上级联邦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卡巴洛夫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波兰部署间谍无人机和军队，该国可能成为俄罗斯反击的目标。卡巴洛夫表示，美国计划部署间谍无人机并扩大在波兰的军事存在令人不安。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波兰可能成为俄罗斯在发生争端或危机时反击的目标。中国媒体报道称，如果美国因此毁约拒收 F-35，土耳其相关部门正积极考虑购买俄罗斯和中国制造商的第5代战斗机。报道称，土耳其的备用计划包括加速土耳其研制国产战斗机的努力，与俄罗斯就采购苏57隐形战斗机进行谈判，以及考虑中国新型 FC-31隐形战斗机。